为什么不能当你的男朋友？就因为我没钱吗？难道你就要这么的肤浅吗？你错了，女人不一定要找有钱的男朋友，但一定要找自己喜欢。那你喜欢哪一种呢？有钱的。为什么不能当你的男朋友？就因为我没钱吗？难道你就要这么的肤浅吗？你错了，女人不一定要找有钱的男朋友，但一定要找自己喜欢。那你喜欢哪一种呢？有钱的。他怎么了？阿弥陀佛。运动可以让情绪舒缓。你今天运动了吗？11月30日，山顶国小运动会。运动可以让反应变快。你今天运动了吗？11月30日，山顶国小运动会。运动可以缓解肥胖。不是啊，你现在是今天吃饭时间运动了吗？哪有这样子的啦？11月30日，山顶国小运动会。现在是吃饭时间呢。到了我嘛有看一台电视，看到。那不是幻觉，那不是幻觉。所有参加的伙伴、参加美女们，赶快回到。我们议员郑进雄议员啊，还有白杜学，还有我们翁家豪主席啊，相关的总干事，还有那些代表，各位委员、前会长，各位老师，女生嘛，女生来，我们今天很荣幸啊，代表黄慧美县长来看这边来参加我们微笑潮汐国小同学100周年校以下9办一个亲子活动来暖身哈。那11月23号啊，正式啊会办理我们这个潮汐国小的100年校重道远。但是现在说实在的，老师和校长都不好当哦，你们辛苦了哈，祝你们佳节愉快，也祝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大家都心想事成，顺心如意。谢谢各位，谢谢副县长的勉励。好，接下来我们是欢迎我们社会校的大校刘启昌刘校长。我们现在看我们的方老师为我们来看这台穿蓝色衣服的3、2、1，赞！然后再比个爱心好吗？啾咪哦，今天很辛苦哦。3、2、1，啾咪！今年的11月23号是潮兴国小的100年校庆哦。那校方啊，今天先办一个这个亲子的路跑活动啊，先来为这个100年校庆暖身哦。那100年的潮兴国小100年的不容易哈、然后10年4好，各位长官、各位来宾，我们100年啊，经过多少的前人的努力啊，才有今天的奇迹。那我今天特别代表黄慧美县长来恭喜我们潮兴国小100年的海军陆战队要来参加喽！我们这个潮兴国小这100年孕育了很多社会上杰出的人才哦，包括我们全国农会的理事长萧景国哦，包括我们县政的这个社头乡代表会主席龚家豪主席，还有我们前教育部次长林昭贤等很多杰出人士都是我们潮兴国小毕业的哈。那未来啊，期望啊，我们这现任的校长萧建志萧校长能够带领啊我们潮兴国小这个校务啊，跟
蒸蒸日上。那我们培育更多的社会杰出人才，在这里啊，再次恭喜。那今天也是我们的教师节，我们的百年校庆筹备会主委莅临现场哦，代表今年的大会真的开始要倒数计时了，请各位听书秀任重道远啊，教育是百年基业啊。那希望大家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全力以赴、全心投入啊，为我们做育更多的杰出人士吧。谢谢。谢谢，好，我们很好。